第9集第2章，平靜的心靈使你產生力量。2，正如一位醫生所講，我好多病人其實身體都冇出現啲咩毛病嘅，唯一嘅問題係佢哋嘅想法，所以我就幫呢啲病人開咗一個得意嘅處方。呢個處方唔係你可以喺藥房嗰度買到嘅，而係出自聖經嘅一節經文。我唔會就咁讀出嚟俾佢聽，而係要讓佢哋自己查考、自己讀。就係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。羅馬書12章2節，要過得更快樂、更健康，佢哋需要更新嘅係頭腦，亦都即係改變思想方式。當佢哋採用呢一個處方時，就會獲得一顆平安嘅心，有助產生健康同埋健全嘅心理狀態。得到滿有平安心靈嘅基本方法，就係練習倒空你嘅心思。呢一點將會喺另一章提到，而我喺度想同你強調嘅係頻繁嘅心理淨化。我建議一日最少2次倒空心思，有必要嘅話嚟多幾次都冇妨。一定要練習倒空你心裏嘅恐懼、仇恨、不安、悔恨同埋負罪感。唯一嘅事實係，當你有意識咁努力倒空思想，往往會帶俾你解脫。當你終於能夠向某一個信任嘅人傾吐壓喺你心頭嘅重擔之後，難道你冇經歷過如釋重負嘅感覺咩？作為牧師，我時時都體會到，當人揾到一個可以真正信賴、敢於將內心全部困惑與之傾訴嘅對象，係何等重要。我喺一艘開往火爐魯魯嘅豪華遊船上主持咗一個敬拜會。喺講道嘅過程中，我建議心中有負擔嘅人可以嚟到船尾嗰度，並且以想象嘅方式將心中嘅憂慮逐一拋落去，喺拋落個海度，望住佢喺浪濤中逐漸消失。呢一個聽起嚟好似孩童式嘅建議，但係有一個人後嚟揾我，佢話我照住你嘅建議咁做，佢俾我帶嚟輕鬆嘅感覺，讓我吃驚。佢咁樣講，喺呢次航行中，每到黃昏嘅時候，我就會去將所有嘅擔憂都拋落去個海度，直至養成一種將憂慮意識盡數拋去嘅心理習慣。每一日我都眼見嗰一啲嘅憂慮喺時間嘅大海洋中消逝。聖經裏唔係曾經咁講過咩？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。係腓立比書3章13節。俾呢一個建議所感染嘅人，佢並唔係一個不切實際、多愁善感嘅人，相反，佢係一個心理質素高出一般嘅人，又喺佢嘅專業領域上表現出眾。當然，淨係倒空心思仲係唔夠㗎。當思想倒空時，有一啲嘢一定要入返嚟。心靈唔能夠長期保持真空狀態，你無法永久咁帶住一顆空蕩蕩嘅心過日子。我承認有啲人似乎係得嘅，但係一般而言，必須將倒空嘅心靈再次填滿，否則你甩掉嘅唔開心、陳舊嘅念頭就會再次偷偷咁入返嚟。要防止呢一啲事發生，必須馬上開始用創造性嘅健康嘅觀念填滿你嘅心靈。當長期以來盤踞喺你心頭嘅恐懼、仇恨、憂慮試圖再擠翻入嚟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見到你心門上掛上咗一個牌仔，上面寫住門下。佢哋想掙扎入翻嚟，因為佢哋喺你嘅心靈住得太耐啦，簡直就當咗係屋企咁。然而你已經接納新嚟嘅健康嘅思想，而家慢慢變得強壯，更加堅固，因此就會將佢哋擋住喺門外。你將永久享有平安嘅心靈啊！